Hello，大家好！今個農曆新年將會有我 Jeffrey Koo 用總統牌嘅牛油、總統牌嘅忌廉製作呢一款咁香咁脆嘅鹹蛋黃蝦米海苔忌廉蛋卷。想學整嘅朋友，快啲跟住我條短片啦！首先，我會將總統牌嘅牛油切件，然後放入去我預先準備好嘅材料裏邊，蝦米、牛油整溶，然後加入鹹蛋黃、雞蛋、麵粉、糖粉一齊攪勻勻晒佢。搞掂晒之後，梗係將自己準備個模具，將蛋漿放入個模具裏邊，跟住加入我最中意嘅櫻花蝦 paprika， 呢個係完美嘅配搭。蛋卷已經整好，跟住捲埋一齊，你睇下幾靚。跟住我會將總統牌嘅忌廉加入海苔一齊打碎，然後撈翻入去打稀咗嘅忌廉裏邊，再擠入蛋卷，大功告成。太好味啦，冇得彈。